想要活動有特色，道具夠搶眼，達尚幫到你。各位澳門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來到達尚嘅頻道。活動陳列道具同平時鋪頭用嘅道具唔一樣，最核心就係烘托主題氣氛，加強互動體驗，突出活動重點。揀啱道具仲可以令活動嘅記憶點翻倍添。一、緊扣主題風格統一，道具需與活動主題深度契合。復古類用實木、鐵藝道具，科技類選亞克力、金屬造型，親子類擇軟質毛絨、彩色泡沫材質，避免風格雜亂，強化場景氛圍。二、適配場景，兼顧實用與互動。戶外活動優選防腐木、牛津布等內厚材質，便於搬運搭建。室內活動可增加互動道具，例如合影板、體驗台等。道具需方便拆裝，同時兼顧安全與體驗感。三、控制預算靈活高效，短期活動選模塊化，可重複利用道具，例如摺疊展架、組合陳列台。預算有限時，用低成本裝飾搭配核心道具，避免浪費，實現氛圍與成本嘅平衡。無論你想要邊種風格嘅活動道具同佈景板，我哋都能幫你實現，從設計到部分製作，全程落足心機，令你嘅活動完美落地。達尚期待你嘅聯繫。